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係今年嘅新晉組合 Panda， 我係 Kison， 我係 Manson， 我係 Jason， 我係 Hanson， 大家好。而家啱啱就放咗榜啦，唔知大家考生嘅心情係點樣呢？但我相信考得好嘅固然好啦，咁可以升讀中六啦。咁其實考唔到其實都唔使灰心，因為我自己都有一個經歷就係、考唔到揾翻自己嘅目標，因為我嘅目標就係考多年一定要考到，咁所以我第2年就會成功噶啦。好，同埋我覺得會考自己嘅人生裏邊第一個所謂嘅考驗啦。其實嚟緊會仲有好多嘅考驗送俾大家，其實呢個係少少嘅考驗嚟嘅咋，失敗咗唔緊要，嚟緊下一次再努力過，一定成功嘅。就算考唔到咧，都唔使灰心，因為咧其實香港咧有好多唔同嘅院校啦，咁都會提供一啲唔同嘅興趣班俾大家去進修嘅，所以可以揾到自己嘅興趣，去繼續自己嘅呢個目標同埋理想。最後我覺得讀書唔係人生嘅全部咯。如果你揾求分數啊，係啊，同埋咧你揾到自己嘅興趣，去努力做好你自己嘅工咧，一定係會得到你嘅成功嘅。大家嘅前途應該係一片光明嘅，加油！